又閣傳出講啊，教保員不當管教案件咯，這是台南市中西區有某一間私立的幼兒園，一個姓吳的教保員涉嫌挃囡仔的頭，甚至甲囡仔佇一個紙箱仔內底甲拍甲害，有20分鐘久的時間，受害囡仔有13個，被認定講啊，這是情節重大的不當管教。台南市教育局今日有甲這個教保員重罰50萬，而且這世人袂當擱再任教。透早9點外，老師帶囡仔出來上戶外課堂，囡仔真歡喜。不過，這背後卻傳出有考到囡仔的代誌。台南中西區這間私立幼兒園，去年11月中，予家長指控，園內姓吳的教保員手段真粗殘，甲囡仔額頭、臉面強制吃物件，甚至甲囡仔裝入紙箱仔內，創治20分鐘。教育局調查了後，發現受害人數有13個人，這非當事家長聽到攏踹一個。最壓抑啊，袂歹呢。袂歹吼。對啊，老師阮孫嘛，我感覺袂歹啊。這次這樣有點誇張。裝在紙箱搖晃就誇張了。對，我覺得這個很誇張。對，很多。因為我3個小朋友都讀這邊。哦。對，也沒有碰到有什麼問題。針對這件違規案件，教育局接到通報，隨調查，嘛經過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決定甲姓吳的教保員罰50萬，兼一世人袂使擱教。那迄時在場姓崔的教保員雖然無動手，不過互人看到伊專程佇邊仔看好戲，互教育局認定愛負起保護責任，60萬塊甲禁教1冬。對此有民代屁想，台南發生真儕屆不當管教事件，這件要半冬啊，敢若對教保員處罰，業者也無相關作為。半年完全對業者連裁罰的機制都沒有，然後等到好我們去關心要問的時候才說你這個程序在跑，這不是很烏龍更鬼扯嗎？針對園方的部分呢，負責人要處以處罰，甚至減招、停招。我們在103年就已經宣示了，只要園方有發生情節重大的不當管教，一律會處以呢停招、減招等等的一個處分。教育局強調，對考到囡仔案件絕對零容忍，伊嘛照幼兒教育甲照顧法的規定，有說無適任專區公布行為人、教保服務機構等。除了這方面針對行為人罰錢，那園區這邊負責人嘛要負責。教育局講，到時會進一步行行政程序依法處罰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